歡迎，好歡迎大家光臨啊！參加今日由澳門赤峰藝院主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7週年粵劇藝晚會嘅，咁啦已經結束啦，咁啊喺下一個星期日咧就係我哋嘅偉大嘅祖國咧57週年嘅國慶大嘅日子啦。咁啊相信咧在座各位朋友特別係長者朋友啦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見證者喎。我哋大家一齊見證到啦，我哋偉大嘅中華人民共和國57週年健康咁茁壯成長嘅。咁喺今晚嘅節目裏邊咧，羅赤峰師傅咧就會聯同一眾學生啦，為大家誠意送上3出折子戲以及3首嘅曲藝節目嘅。咁而首先送上嘅係折子戲《情贈線香羅》咧，就係嚟自《紅樓夢》嘅故事喎。佢劇中咧有一個主線人物啦，就係一位梨園戲子劇官啊。因為佢遭到權奸迫害，所以迫於漏夜逃亡嘅。而一向多情嘅賈寶玉咧，就喺皮官臨行之前相送一程嘅，盡顯友情嘅一面啊！情贈線香羅其中包括有羅赤峰飾演嘅賈寶玉啦，以及陳愛蓮小姐飾演嘅皮官嘅。借助大家熱烈嘅掌聲，歡迎情贈線香羅。
手斷腸曲中那人殺恨那如何？走落燈紅，香換鎖。只因誰似寶哥？今日人那些歌聲馬茂，願多知你恩後經死咗，熱淚灑雲呢落，台上木含情，台下眉雙鎖畫，堂前囚街客，堂後半群呢新入馬後，似春啊我百接羅裙，千疊恨，強成歡笑，受咗偽我王火若心麻羅，半惡魔聽咳打陀，現自江西去又傳我，唉，以面強氣不敢貪我，又要你混還素味淡沒知，妖欲多命裏新君，也要奉旨要去逃面禍。深宵是酒龍舞之淺唱歌，熱淚如滾心馬窩。
你歌啊，一這聲，我淚千行，同情又話深。難救助，願君破囚話籠，逐個飛鳳。從此圖畫脫網羅，義雄無計壯軍啊行，遼陣先罪一方，君你見物如同見我。謝二爺啊！二爺不喜戰，贈物見情多。當永配在身，酬君恩與我。贈線香羅，中場所。
情深如噴火，低頭仍是最難過。遇見你款擺紅力，挑身呢波，火如即眼淚下升呢河，善那向我不再起呢舞波台，今日解來，憎你我歷歷銀波，聲聲宣錯，人見山花天來，誰見淚血香羅？今日洗淨如畫，還我男兒一那個，願將香羅帶，前意贈。寶哥，哥哥休笑我情呀多。哎呀，多情那是要講。又怕知己
再難逢，寶玉紅留長心鎖。依夜何愁無知己，大觀園裏艷情也多。寶玉有愁情，奇觀怎知也過啊？奇觀知公知呀，長君在受可惜笑雙淚咁多，涕泣殘紅冇花錯。又幾時不教我人間多恨，恐怕好事多話禍，雙星難以渡銀河。君送我行，我不該惹君傷心啊！休談這些也罷。賢弟不談，寶玉也心中常念啊。無停壓過，自閉山門了返河。公子速回休念我，欲行拜別報哥哥。君出後門藏隱過啊，黃爺火火把刀磨。去早謀安樂所，避過旌旗脫江羅。受教，二爺，你請回府去吧。謝君情贈鮮香羅啊！二爺係我善香羅，請把腰間汗巾贈我啊！賢弟不言，就把腰間松花汗巾相贈。謝二爺。好，我也係上他，係得緊緊啊！松花汗巾鮮香羅。
府中。